好啦，咁我哋咧已經嚟到第8章，我哋會講下咧金屬嘅活性。嚟揭到嚟第2頁啦，我哋睇睇第 A 部分比較金屬嘅活潑性。咁我一般嚟講咧，可以根據咧3個唔同嘅原則咧去比較金屬嘅活潑性。第一個原則就係金屬同其他物質反應嘅時候最低溫度。比較活潑嘅金屬咧喺比較低嘅溫度之下咧就可以同其他物質化學反應。咩叫比較低嘅溫度咧？即係話咧係唔需要透過加熱咧就可以進行個化學反應㗎啦。相反啦，一啲唔活潑嘅不活潑嘅金屬咧就需要喺較高嘅溫度之下咧，即係要透過加熱咧先能夠進行化學反應嘅。好，第二個原則咧就係睇下佢哋反應嘅速度啦。活潑嘅金屬咧，一般嚟講反應嘅時候咧就比較快一啲嘅。OK， 咁即係意思即係咩咧？好似我哋話將金屬同埋酸呢個之間嘅反應作為一個例子啦。如果係一啲活潑嘅金屬咧，嗰塊金屬擺落去酸之後咧，好快咧就會溶解晒、消失晒嘅。OK， 咁相反咧，嗰個不活潑嘅金屬咧，擺喺個酸之下咧，可能咧就係好耐咧都唔會消失。咁我哋就話佢個反應咧就非常之緩慢啦。OK， 好啦，咁第3個原則咧就係叫做反應過程之中咧釋放出嚟嘅熱量啊。咁咧一般嚟講咧，活潑嘅金屬咧反應嘅時候釋放出嚟嘅熱量都比較多啲嘅，所以通常會出現有爆炸現象，或者係可能咧會見到有燃燒呢個情況出現嘅。咁不活潑嘅金屬通常嚟講咧釋放出嚟嘅熱量咧比較少，可能咧你淨係個表面咧產生一啲變化而見唔到咧有任何燃燒。咁所以我哋可以總括嚟講啦，就根據呢3個嘅原則咧係去比較到金屬嘅活潑性嘅。